喂，百強，好耐冇見。見你間 cafe 叫文藝門嘛，咁你本身有個 artist 嘛，咁其實個文藝門係改有啲咩意思？哦，其實文藝門3個字可以拆開理解嘅，咁就文化、藝術、澳門，其實個門就澳門咯。咁我就好希望喺呢一度可以即係帶一個澳門嘅情懷啦，或者盛載一啲澳門嘅文創嘅商品啦，文化方面嘅一啲因為我哋做過好多活動㗎喺呢度，咁就譬如係音樂啦，同呢個藝術有關嘅嘢都喺呢度展現過嘅，係啊，所以就係希望用呢個小小嘅空間可以帶一個情懷出去咯。有一款咧叫做 Lychee Mocha， 咁我哋中文改咗個名叫做鐵粉嘅，係啦。咁其實我哋因為喺嗰個 Mocha 嘅上面咧，我哋會現刨一啲即係黑朱古力上去，咁就鐵粉，即係我哋其實都係玩翻即係嗰個我哋嘅Iron Smith 呢個即係鐵匠呢個元素喺度咯。咁啊呢個都係受歡迎嘅。上嚟2樓係一個充滿創意嘅空間，主要售賣各種手工製作皮具，從優雅嘅手袋到時尚嘅卡包，每一件都承載住匠人嘅心血與溫度。另外，你仲可以揾到澳門本地原創手作者精心製作嘅手串，以及獨一無二嘅手工小物件。每一件商品都係故事與藝術嘅結合，快嚟文藝門發現屬於你嘅獨特風格啦！